农民唔单止忙田吃饭，连作物蔬食呢，买得到1个月前，价格也没起价，是得价天呢。我苗栗公馆乡黄金小镇协进会只能改变安尼的情形。82岁嘅林业者阿婆总系喜欢天嘅痛感，台风树山卖唔出去，黄金小镇协进会如同样的职工来添杂添卖，当然也系唔拉。协进会成员同业者阿婆为痛感，韩国业外阿姨中嘅托客所向下来加工，做白铜果汁，安尼路边嘅到实证嘅研究哦，同时提用路行来卖。做一个白铜果汁，以下路强加美沙奇居民嘅热情同爱心，亦能用沙奇力量来支持采地工业市嘅农民，为采地农业使得长久发展下去。有人睇玻璃硬嘅項夾鋪頭，有人熬製上氣，有人熱盒，一條富人家以沙做結項，提嘅包裝果汁禮盒，還見做見大吹鼓，佢唱喺佢下身面前，彈下就係工廠嘅情景，又再個出現呢。白下來嘅陶器所團同感，睇我嘅杜康波多滾碌碌嘅，團波好味味比出來，就係陶器所同感果汁。因為有時候本身果汁它也沒有，它是有水分，可是它也沒有甜到那個程度。加掉嘅糖含可以控制到10到11度邊嘅一條度，果汁就含個好啉。保握好一定天然嘅果汁，裝入高溫石頭嗰位玻璃硬嘅杜康，安尼就算囤農產品加工做出果汁也烘上片呢。也陶器所同感果汁，看起來一片爽，我也啲度嘅股唔怕唔啲。照上出來，看完個節，還好1年8嘅。苗栗公館82歲阿伯婆林業者，自家子女喜歡睇嘅同感果園，今年年冬好大季節，就嚟應當會窮嗲嗲嘅能錯，結果三唔啲愛買到奶氣，受到壓結嘅咧。今年啊，大概成績比較好，就量會較多，量較多就價錢一天就會跌下，所以啊呢。做農嘅人哈，真嘅蠻吃虧啊，當吃虧啦。多一些咧，又價錢又冇。跟人做發動人黃金小鎮的一個會員哈，他敢做義工，假日家己叫賣，就幫忙賣啊，然後就賣得很好，賣得很好。又想一做唔得啦，做某個大禮拜就很遠的天數啊，跟矮的就講啊，那我們就剛好有一個成熟會小體，專門做有機水果的有機果汁的加工啊，就講啊，那我們就來把它做成果汁，按嚟做唔會有時間上的問題，就講哦，太出去又唔得個曬，哦，那真這個磨去又磨好做啊，那我想說啊，那好，人就做了果汁。舊年媒體果園嘅天內行飲一粒粒嘅陶器所，伊講屬嘅自然跌跌下來嘅果子一定香一定雜。我規片果園仲唔係大粒就飽滿，咪係黃金小鎮協進會成員嘅佢，都囤賣上個唔好嘅陶器所，加工賣本協進會，囤一隻阿伯婆嘅桶感，向下加工製作果汁，做出來嘅白銅果汁，咪是唔會濫。協進會決定我同意推出黃金白銅來賣。像個較細隻嘅，人就賣唔出去嘛。而且冇鹽起來處理加工再利用吼，佢得不天都講就清大爽，浪費成本嘛。個安尼細隻嘅，按要做到2級產品，沒有增加收入吧？收入有較幫助啦，當然有幫助啦。因為安尼較濟啦吼，個量多，也可以講
就本地哩做果子嘛吼，然就安甘体个烦恼。唔會安太壓力。嘿，冇安太壓力。對團嘢就阿北埔藤賣通感都有高接好賣，將短短嘅半張嘢就做出來嘅，一當中下村員工全技師沙期見面，按出心來吞數，連北港妹未喺也條上架下部嘅人來吞數。他就全部都要白干的，都做也干的，他改着心就是热血，所以就血他都当手，安尼热腾腾的，他敢嗡嗡兮兮的做，他感觉烧得哈哈滚，所以我就知道做这件事情真是当有意义啦。干咩啊吼，较细粒的吼，佮会生产较好，较过量较好，来从其老人家一条促销的方式吼，做一只果汁，留条人做主工啊吼，来天数摘也个干咩。或天做天剥皮啊，就吼，知道对一条农产品啊，有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啦。希望以后呢，继续也得有农产品吼，不单只是柑的啦，还把安尼红枣、百香果啦吼，吃的啦，各种就做安尼结合啦。果子做出果汁，安尼병嘅热數就병嘅到10日，就囤農產品買唔得出去嘅問題解決咧。協進會還用現代嘅行銷手法來賣，用菜地嘅力量囤菜地嘅農民吞數，而永久做得下去。一个产品它要有生命力啦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想就是说，它最重要的是人的故事，因为人的故事你吃到它了，然后你才会感觉哦，这个东西有一个丰厚的生命力，所以刚好我们就自己边做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也做一些影像的记录，然后再透过我们的会员之间，大家可能在社群平台上的分享，那还有一部分是透过就是網絡銷售。事實上，食品法規也挺嚴格，小農愛做農產品加工並無按規。協進會成員陳淑妃也為2年能簽到專業嘅方法，韓國提用睇廿百白通果汁嘅加工項，而希望韓白做的用社會企業嘅力量繼續發揚推廣。既然是小農的加工，我們希望有一部分是可以轉做社會企業這樣的精神，把盈餘的一部分拿來也去推廣跟教育其他的那個農民，他們也有意願像我們這樣去做的時候，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一些知識經驗，然後就是傳承給他們，然後讓我覺得台灣的這個小農加工品變得比較容易去執行。公館非常多嘅，咪甲講農產品嘅吼，農作物仍然施規啊吼，全部就當到迄個小安尼工作，係持續性，哦，唔係講做一擺，下一擺可能整日開始到生命嘅當到合作，啊像也農會啊係你黃金小鎮協進會輔導單位啦，啊像係結合一體，哦，共下來做安尼事情。嗰隻糖多農產品囤積嘅情形，大家都會搶取果子外賣也表唔夠，搶起機制他家食量來吞銷，無就靠政府嘅補貼政策，困難解決根本嘅問題。講關黃金小鎮嘅亞條農民，可能自家嘅專業一下做結項，要甲聯絡起來，安尼菜天用時間中人，要係沙期支持嘅力量，就做得到長長久久。一罐罐嘅冷黃嘅白通果汁，上游帶到嘅吸收嘅滋味當中，其實各有人情嘅意思。